經過嗰個門口咧，啲人話免費就捉咗佢入去。西羅兩條產數都有無奈被捕。短短5個月啊，冇咗7000幾萬啊！我係咪一個受害人啊？執笠聲突然發現，清盤永久 member 多失業，就似瞞媽我老豆揩過天。加州給客人告示 member 沒法操腹肌多一次，唯有讓輸爭講開始。到底有幾間中心等收視，讓客人面對破產執笠舊事，誰要堅持隔樓污糟的廁紙？到底有幾間中心等收視，現在唔續約退款可不可以？而你對我說冇得退，不好意思。用5000萬買對間公司。contract 從來不可能你話我蠢咗，我承認。我早已知。咁但我有咩唔啱咧？達到決裂方法多，所以其實我係一個真正嘅受害人苦主。望住大閘像寬心的刺，我歉原來咁易，唯有以後識破你，別再喊。